你有冇試過喺客廳 WiFi 好快，但一入房就慢到想死？或者喺廁所睇片，成日轉圈圈？如果你屋企大過700尺，或者住村屋複式，一個 router 真係唔夠用。今集教你認識 Mesh WiFi， 一個可以解決全屋 WiFi 死角嘅方案。首先講下點解傳統 router 唔夠用。傳統 router 只有一個發射點， WiFi 信號係越遠越弱。特別係香港屋企多石屎牆， WiFi 穿過一面牆就衰減好多。700尺以上嘅單位，最遠嗰間房基本上收唔到信號。村屋更加嚴重，樓上樓下根本傳唔到。所以好多人就買 WiFi 延伸器，但延伸器有個致命問題，就係速度會衰減超過50%，因為佢要用同一個頻段嚟接收同轉發信號。咁 Mesh WiFi 係咩呢？ Mesh 嘅意思係網狀，即係用多個 WiFi 節點組成一個統一嘅網絡。你可以想象成喺屋企唔同位置放幾個小型 router， 佢哋之間互相連接。同 WiFi 延伸器唔同嘅係 Mesh WiFi 所有節點共用同一個 WiFi 名同密碼。你由客廳行入房間，裝置會自動切換到信號最強嘅節點，完全唔使手動切換。呢個叫做無縫漫遊。Mesh WiFi 嘅運作方式好簡單。第一步，將 Mesh 主機接駁你嘅光纖 router。第二步，將衛星節點放喺屋企唔同位置，例如房間、走廊。第三步，開機之後，所有節點會自動組成網絡。第四步，你喺屋企任何位置都有穩定嘅 WiFi 信號，全程用同一個 WiFi 名同密碼，唔使煩。好多人問 Mesh WiFi 同 WiFi 延伸器有咩分別？最大嘅分別係速度損失。WiFi 延伸器因為用同一個頻段接收同轉發，速度會衰減超過50%。但 Mesh WiFi 特別係3頻 Mesh 有專用嘅回程頻段，速度損失極低。第二個分別係 WiFi 名稱。延伸器通常會生成一個有 EXT 尾綴嘅 WiFi 名，你要手動切換，好唔方便。Mesh WiFi 就只有一個統一嘅 WiFi 名。第三個分別係管理。Mesh WiFi 通常有 App 統一管理所有節點，延伸器就各自獨立設定，管理起嚟麻煩好多。不過 Mesh WiFi 價錢較貴，一套大約800到3000蚊以上，延伸器就200到500蚊左右。如果只係補一小個角落，延伸器都夠用。邊啲人需要 Mesh WiFi 呢？第一，700尺以上嘅大單位，一個 router 覆蓋唔晒。第二，複式單位或者村屋，需要跨層覆蓋。第三，多人家庭，幾個人同時上網、睇片、打機。第四，在家工作嘅人，視訊會議需要全屋穩定連接。第五，打機用家，需要全屋低延遲覆蓋。如果你符合以上任何一個情況， Mesh WiFi 絕對值得投資。揀 Mesh WiFi 有4個重點。第一，WiFi 標準，建議揀 WiFi 6，即係 AX 標準，速度快，連接穩定。有預算可以揀 WiFi 6E，多咗6000兆赫頻段，更加快。第二，節點數量，700到1000尺用2個節點就夠，1000到1500尺用3個。村屋多層就每層放一個。第三，回程方式，3頻 Mesh 有專用嘅回程頻段，效果最好。雙頻 Mesh 就要同設備共用頻段，速度會打折。第四，管理 App， 揀有好用 App 嘅品牌，方便監控速度同管理裝置。香港常見嘅 Mesh WiFi 品牌有幾個。TP-Link Dago 係入門之選，
性價比高，大約500到1500蚊。ASUS Zen WiFi 效能強勁，功能豐富，大約1500到3000蚊。Netgear Orbi 3頻回程速度穩定，大約2000到4000蚊。Linksys VLAP 設計簡約，管理方便，大約1000到2500蚊。Google Nest WiFi 簡單易用，可以整合智能家居，大約800到2000蚊。如果要我推薦，入門揀 TP-Link Deco， 進階揀 ASUS Zen WiFi。買咗 Mesh WiFi 之後，擺位好重要。主機盡量放喺屋企中間位置，唔好放喺角落。衛星同主機之間唔好隔太多牆，最好隔1面牆以內。所有節點放喺台面或者高處，唔好放地下。避開微波爐、大型金屬物件，佢哋會干擾 WiFi 信號。唔好將所有節點堆埋一齊，要分散先有覆蓋效果。亦都唔好放喺密封嘅櫃入面。正確擺位可以提升30到50%嘅覆蓋效果，唔好忽略。最後答幾條常見問題。第一， Mesh WiFi 可唔可以同原有 router 一齊用？可以，將 Mesh 主機接駁現有 router， 設定為 AP 模式就得。第二，節點之間距離幾遠最好？建議5到10米。唔好超過15米或者隔超過2面牆。第三， Mesh WiFi 會唔會好食電？唔會，每個節點功耗大約10到15W， 同一個燈泡差唔多。總結一下今集重點。Mesh WiFi 用多個節點組成統一嘅 WiFi 網絡，無縫漫遊，裝置自動切換到信號最強嘅節點。比 WiFi 延伸器速度損失低好多，700尺以上、村屋、多層都建議用 Mesh。揀 WiFi 6+3頻回程效果最好。記住正確擺位可以大幅提升覆蓋效果。今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有任何問題可以喺留言區話我知。下集會教你睇寬頻合約，避開隱藏收費，唔好錯過。我哋下集見。